主啊，2026年5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知福惜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27篇第1节到第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27篇。八行上耶路撒冷的诗，所罗门所作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建造人就空空劳苦；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。恁早早起来，晚晚才困，拖磨趁食嘛无彩工。上主所疼的人，伊互因好困。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，婴仔是伊的报赏。少年的时生的囝儿，亲像勇士手中的箭。正对饱饱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伫城门口甲对敌争辩，拢袂致到见效。知福惜福。真侪基督徒伫升旗、落成，也是教会献堂、礼拜的时，拢真爱选读诗篇127篇第1节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建造人就空空劳苦；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。这段经文互我真深的领受。回顾1999年9月20日，我带着2岁外的囝，对牧养的教会转去高雄9楼的徛家。因为厝伤久无住，所以一直整理到半暝1点出仔，还袂赴倒上眠床。大楼雄雄激烈海震动，伫迄一瞬间，我头壳底想讲究竟是要赶紧逃走，或者是留踮厝内等地动停止。无拍算，随即搁一波大海动，赶紧抱囝，沿着楼梯走落来1楼，到社区宽阔的所在，已经有真侪住户组织，有人透过收音机才知影台湾发生大地动，震央位伫南投的一级。天光以后，我想到大姐的厝离震央真近，就联系伊，看厝里的人是毋是安然好好。大姐心有畏愧，讲全家的人拢平安，但是才刚搬入去住1礼拜的新厝全毁，因还袂赴带走任何物件，直接逃离到几公里外的旧厝。该在旧厝并未损坏。921大地震发生以前，大姐购买新厝，拄搭旧厝，一家伙仔搬入去新起好的大楼新厝，甲心理的家具安顿好。拄好9月20日是姐夫的生日，厝外就学的查某囝也拢转来庆祝。迄一日，大姐买一个大的鸡卵糕，全家的人庆贺搬入去新厝，搁庆祝姐夫生日。无想到迄一暗，一家伙仔如约进入梦乡。921半暝，却互惊天动地的地动摇醒。大楼瞬间歪斜，楼梯断裂，厝内隔间的砖仔壁全部倒塌。一家4口无掠通逃，只会当凭借着户外微弱的灯火的光，利用阳台的反降机，一个一个对6楼坠落来，惊险逃生。姐夫欢喜收集的古董，伊甲新厝当作养老安居的所在，所以伫新厝兴建期间就请建商
甲鼓动想念点伫壁内。无想讲一场大地震，甲伊一生的心血和一家伙仔繁如的心情，拢震放去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虽然花鼓救日还心有余悸，但是若甲其他厝毁人亡的受灾户相比，大姐还感恩上帝保守全家的人平安脱离灾区，而且还有旧厝通好安居。9日大地震的经验，互我想到真侪人逐日劳碌，期待乘做药草屎，脱离无壳落嚟的窘境。总是人若无法度体认到只有上主坚固一切，劳碌一生终究会成做一场空。因为若毋是上主建造房屋，建造者的工作就拢无路用。若毋是上主守护城池，看守的守卫就拢徒劳空空。无论成家还是立业，拢爱安分伫上主的命定，顺服至善上主的引带，对上主所赐的恩福爱心存感谢。只有知福惜福，才是真正的有福。默想，当我面对大地震的时，我会安怎应应？我的感受是安怎？当我面对大地震的时，我会安怎应应？我的感受是安怎？咱来祈祷，掌管一切万有的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互我伫患难中存活，互我此时此刻也有机会感谢你。恳求你也亲自安慰遐个伫灾难中遭受困苦的受伤心灵，佮帮助我体会你是我人生上稳固的根基。只有甲你同行，才是人生上大的福气。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